嗯，我感觉直播是要改看，就 OK。人数哦，再一个，再10万，一位来爬。
诶，那无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这么卡？好了，嗯，哎呦，诶，看我没强化，一笑，还再回去吗？哦，好险！哦，果然少做一件事情。下一颗起步吗？暴击，好吧，抢这一颗啊，对，差一点白做工。那是这一颗咒术，兴奋，神殿雕纹，冲梯式，
不错，玩死好像蛮爽的。哦，这么难走，就是这样走，随便的，到时候再改。那唔对咯，
哎呦，都疼啊！哎呦呀，快死了！哎，死的！哎，摇杆还不习惯的。怕没死，摇杆是不行的，摇杆是不行的，没习惯，东西不够打，玩熊熊吗？熊熊要比较简单，就剩下一点点。嗯，40无拍袂，这奇怪。条纹还没练认真。
嗯，走唔掉咯。干差一点，可恶！哪边可以扣？很难，走的刚刚好。算了，92而已。嗯，第二个啊，九查博啊，干53 OK。
九头容料，他后面还有啥小？
我没过，差一点点。这种熊二被遗忘智慧，哇，差一点点，差8000多了，8000多。开这种，要不打零 W，
好毒哦！唱歌就死哦，痛！哎，这疼啊！
哦，好痛哦！哎，这疼啊！怕被吸，这可怕死！啊，这装备 T3太难，我干，好痛！好呀你！太硬了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！哦，好这疼啊！快死了，被他秒掉了。我血又满了，还不能堆尸就对了。我靠！fuck！还不能回去，什么鬼啊？这么痛！还不能逃跑哦！什么鬼啊？我晕倒了，快扁他！我远远的，他快晕了！啊 fuck！
玩捉迷藏，操！靠，你老师去死吧！哦，你老师，这样也太硬了吧？这还要修装？T3有这么硬吗？这么严？有什么东西？虚面触及，有什么东西？还没了，还不够啊！没 Q，靠呀！啊，没关系，也不急啊，不能差。啊，不解不行哦，靠呀！这种要怪 Q 笑哇！哎，不解可以，该死！哦哦哦！
还要再继续哦。这是什么烂设定？靠腰，这里招屠夫，买啦，老师嘞！哇，好痛哦！发小，我会无法当时啊！哦，一个晕倒还打这样子，太困难了吧？哇，我宁愿自杀，你杀死我！这么困难，打不赢，打二是打不赢。
让我想要等下打那一只网，我没力。那你啊！
哦，弄个秒杀，这天。哦，是，但还有，这这什么烂设计？哦，箱子就箱子，然后长怪，讨厌。
干，这样箱子就要满了。回去一趟。哎呦，无食好物件，这个大地避雷，我2次绝招就成也。印度哦，怎么痛？哦，太痛了吧！不能不打，硬邦邦。哎，哦，电球就秒杀，太痛了吧！不能被摸到一下。有够痛。哦，
哦，还要杀死所有敌人。靠呀，这到底几层啊？打了3层还没打完。肉肉等啊嘞！哦，最后面了，要不要打赢打不赢啊？打不赢，很难。嗯，好可怕啊！
要打很久，快跑！哦哦哦哦哦，好痛好痛！啊，要木者啉5碗水，多好招啊！来扮起来，哦，啊，我看时速啊，我你要用就摕去啊，落5G就摕起来禁掉了啊。这拢会无电，你知影？我暗时爱搁冲到5G。哦，你看这拢无电的，拢无咧困，叫一支念伊就无电。哎呦，导师嘞！啊，容易太难了吧！啊，咖喱老师就要重打，天哪！啊，烦死了，真的太弱了，怎么打得赢？这些闹狼啊！哇，那这可以找人吗？
那怎么弄呢？历程升华面面，可以帮打吗？不能打字了，球带这样可以吗？这个也赛不？边陲深渊，黄龙圣水，就打到这里了，怎么这么硬？深渊边陲之护了，哦，啊，锁定无法邀请，老师嘞，要么跟他磨，不然就放弃。拜拜啊，拜拜，放弃，不可能，我在调整，这嘛不好，抗性不够，太难了，还是会调整的。
这样没有用，要40字。25米，哎，有可能全部敲上去也没什么意义啊，放弃。太难了，把这个拧一拧。哦，总算完成了。最后的给这种白色药水真的是很吐血。试验者无限法袍，哎呦，蛇纹，就直接改蛇啊！风速达到原初才有意义。先过渡，先过渡啦。陨石树什么烂东西？先收着，到时候再看。这只仗势者先放着。唉，击杀法力加六，智力生命，暴击伤害98。来打这一只好了。换蛇也要换装备。武器，多头蛇，
靠腰诶，这个可以。查解机会哦，加4颗爽。然后什么要改？然后金柱，金柱的话，这很难。加记忆，我记得先过渡啊，然后蛇纹精华，蛇纹精华能加？核心技能，打动移除香卡，然后蛇要怎么用？看我要全部都要换，要死我！嗯，从头到尾都要换，老师嘞，有点无物件，戒指开始要全部都要换，铜头、闪电毛要换，天哪！可以接来挖，就人数控制，也是多头词就可以，还有什么控场的时间，防御要什么？
冰霜牢笼，总护甲，总护甲，第这里有总护甲，火焰部队，防电护甲持续时间，行，以后衣服还可以再换，闪电传媒，还有5次，先吃，靠腰嘞，反正好像没什么差，接住。基本技能召唤减那个，哎呦，不对，还可以放什么？绝招冷却，暂时的话就先用这个吧。这没差，专注资金刷一回魔，不要。冷却好像也没有差，啊，多头蛇，积极看，哦，有手，我看这一个饮食素，不好，脚先撑着用，否则要打只网，打打看，想看。嗯，这是满的，
所以，靠，这不是顶级的闪电场。嗯，先用了，是好像没什么差。靠，我都用不到要的，开个闪电矛，废掉。唉，是脚先撑着，手随便先试试看多头蛇要怎么用。哎呀，算了，结束。什么都关掉了，冷却元素学物品加深气层防风传送强人结界，就4点就可以了。还少一点，好像没什么必要点集运好像比较好。
兵之刃会易伤。魔虫。去降低伤害，好难哦。没点数可以用，好难哦。不要这个，然后呢？传送闪电矛，让先我用，变成传送放这里，传送是。就可以拿掉乌头蛇，乌头蛇，一护甲，变化妈呀啦！完全打带跑战术，好硬哦，还真还火起来，靠腰嘞！这怎么打啊？
啊干，太难了吧？怎么打都打不痛？是比闪电球毛比较快的，但是没什么意义。嗯，都没有用。如果闪电球，我用搁在脸上，所以用寒冰裂片，太难了。这不用强化什么，啊，巅峰盘没换，靠腰。我只放弃，放弃呀、太难了。巅峰盘，嗯，更大伤害提高，每一格提高70%，有6、7，420%，还不够痛。因素伤害，还有戒指没换，太难。算了算了，来争熊熊了，太难。王法师真的是很自虐。
人家熊熊都说很爽，来该生熊熊啊！反正这个璀璨魔花拿到了，放弃它，放弃它，一出相砍，放弃它，比较简单。唉，来玩德鲁伊吧。这5级的是要干嘛？删掉。好像玩死灵这一季好像也蛮好的。熊熊动物园，妈的大妈，算了，选男的。都很丑，没个顺眼，没个顺眼的啦。浪荡这样，这哪里有放荡魅力？哪里有魅力？奥图，这还不错。男人化什么妆？男人不用化妆。龙，那不画龙头啊？啊，这个好了，赛季本心最
哦，好慢。他重解吗？不要理他，反正我这都有。诶，狼群哦，还这么远。大地壁的应该要吧？哦，照这版呢，嗯，先用这个好了。然后燃烧移动速度，熊熊何故为难熊熊？
乌鸦藤蔓释放同伴技能。我妈，好慢啊！选择一个移动的。
双手就看哦，好慢，老师诶，哦，我操！现在不能给小号用了，真贱！移动速度哦，这好，他妈的，那跑不慢的，按加18，是那么慢。现在宠物，诶，那呢？这当掉修行，嗯，同伴技能，践踏巨石，疯狂犀牛，远距离狼群2只，那让他带要怎么弄？哎呀，拿经验值。
钥匙呢？被遗忘的智慧。
诶，哦，龟跟龟爬一样。我给它塞这个宝石就无敌了。喷那些什么烂东西，可香可，但把几级才能用哦？有没有限制？哦，10级就可以用，很好。召唤力变得更强大。触媒冷却，自己的是什么这？哎，等一下，有项链，中毒会回复，你同伴对中毒的敌人额外暴击伤害。风暴技能，攻击同伴，
灰熊黄木斩击杀可延长1秒。每个同伴技能额外获得1个同伴，伤害提高，自然合一。就这个而已了。先来解他的赛季任务，赛季职业任务，看。Go go go！灰熊厉害。嗯，
诶，这里没有挺降，这么机车哦。哦，12点了，我下课了。